第18章，这个事以后，保罗离开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拄着一个犹太人，名叫阿古列。伊出世伫本都，因为革罗丢命令犹太人拢离开罗马。新君带着妇人人逼基列，对意大利来，保罗就瓦近因。因本是制造场边作业的，保罗因为甲因同业，就甲因三角店做工。逐摆拄着安息日，保罗伫会堂内辩论，考劝犹太人甲希利尼人。西列甲提摩太对马其顿来的时阵，保罗为着道迫切，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因既然抗拒诽谤，保罗就搬衣裳讲：恁的罪归到恁家己的头顶，甲我无干。对打以后，我要去外邦人迄位，对安尼离开迄位，到一个人的家中。这个人名叫提多犹士多，是敬拜上帝。伊会加瓦近会堂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甲全家拢信主，也有真侪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。民间主伫异象中对保罗讲：毋免惊，只管讲，毋通合喙。有我甲你同在，的确无人下手害你，因为伫这个城内，我有真侪的百姓。保罗伫遐踮1年连6个月，将上帝的道教示因。到加流做阿该亚封闭的时阵，犹太人担心起来攻击保罗，拖伊到公会，讲：这个人考劝人无照着律法敬拜上帝。保罗拄要开嘴，加流就对犹太人讲：恁这的犹太人，如果是为冤枉，也是奸恶的事，我当然着耐性听恁。总是所争论的，若是关系伫言语、名目甲恁的律法，恁家己去办吧。安尼的事，我毋愿意心问，就将因赶出会堂。众人就扣条管会堂的所提尼，伫会堂前拍。这一事加流拢不管。保罗搁踮做日，就识别兄弟，坐船去叙利亚，逼基列、阿古列，甲伊三角去。伊因为下过愿，就伫坚革里剪头门。到以弗所，保罗就将因留伫遐，家己入会堂，甲犹太人辩论。众人请伊坐踮一寡日子，伊却毋稳，就识别因讲：上帝若准我也要倒转到恁即位。对安尼开船到以弗所，伫该撒利亚落船，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平安。底后落安提阿，踮一寡日子，搁离开迄位，照次序经过加列太甲弗鲁加的所在，经过正门徒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阿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伊出世伫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第一位讲解圣经。这个人已经伫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内喜热，将耶稣的道详细讲论教示人。只是伊单单会晓得约翰的洗礼。伊伫会堂内好胆讲道，
笔记粒、阿古粒听见，就此以来，将上帝的道甲伊讲解搁较详细。伊想要去阿盖亚兄弟就勉励，搁写批请门徒接待，依教迄位做帮赞，遐个蒙恩信主的人，伫众人的面前，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